兄姐妹们，我们来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让我们安静心，跟随神的话语，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主。请听上帝的话。上帝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上帝呢？你是行奇事的上帝，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我们一同同心来祷告。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传讲天国的福音。感谢父神，我们虽然何等的不配，但你却拣选了我们，好叫我们不在黑暗中摸索迷失。主耶稣，你就是那真光，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感谢你常施恩惠、怜悯、扶持我们，因你的圣爱常吸引我们来跟随你，常用真理的灵来喂养我们。你的话就是灵，是生命，使一切信靠你的罪得以赦免，反得永生的盼望。在这复活节的主日，我们纪念主耶稣，你已战胜了一切黑暗权势。感谢主，因你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我们必常与你连结。以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待会的崇拜当中呢，若是弟兄姐妹们身体不适，是可以坐着的，没有关系。只要心灵诚实的歌唱，一样可以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会众们，请起立，我们请敬拜小组来带领我们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无论我们带着什么心情，我们都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对右边的弟兄姐妹说：“我受造是为了敬拜神。”对左边的弟兄姐妹说：“我受造是为了荣耀神。”好，我们一同来唱。神在，全地。
升起，日日夜夜不停献上赞美献祭，永不断续。日日夜夜不停献上祷告如香，不停升起。日日夜夜不停献上赞美献祭，永不断续。日日夜夜，日日夜夜不停献上祷告如香，不停升起。日日夜夜不停献上赞美献祭，永不断续。圣哉圣哉，神在，神在，神在，喜在，今在，永在，荣耀，荣耀，荣耀，配得颂赞爱戴。神在，神在，神在，全地向你跪拜，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尊贵荣耀，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尊贵荣耀，尊贵荣耀都归宝座羔羊。会众请坐。有你了，我生命就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再次燃亮。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太阳还存，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有你，我生命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在燃亮；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我在深处里求告你，你在天上听我祷告，你是我坚固避难所，我赞美你直到永远。
难。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太阳还存，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现在我亲眼，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们一起来唱。残中的百姓，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相思真好气，好地上花的决心，献出疼痛的根基。残中的百姓，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相思真好气，好地上花的决心，献出疼痛的根基。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恩典慈爱的到万世代。我们野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而了亲像伊名永无煞。残中的百姓，无欠亏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的香味，总是全能的上帝，为你相思真好气，好地上花的决心，献出疼痛的根基。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恩典慈爱的到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而了亲像伊名永无煞。我祝福满满。恩典慈爱的到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而了亲像伊名永无煞。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恩典慈爱的到万世代。我要野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而了亲像伊名永无煞。而了亲像，而
我的亲像一名萤火霜，我的亲像一名萤火霜。会众，我们起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荣耀颂。爱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读神的话语。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第118篇1至2节及14至24节，教会圣经645页。诗篇118篇1至2节至14至24节，教会圣经645页。由我来起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们来应诵读下半节。而最后一节呢，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愿以色列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耶和华的右手高举，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耶和华虽严严地惩治我，给我敞开义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匠人所砌的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一起，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感谢主。我们同心为以下的事项来祷告：为加勒比海国家圣克里斯多福及威尼斯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为台湾卫理公会中部教区竹山卫理堂曾长生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
为世界战乱之地求平安，求主止息中东俄乌战争的战火和冲突，愿和平与平安早日降临。愿主安慰缅甸、泰国因地震致各地受苦人民，医治他们的身心灵的伤痛，早日完成重建，将主的平安与恩惠赐予他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信仰中更加坚定，将那从主而来的喜悦分享给周围的人，让我们在每一天里因着祷告经历主美好的同在。我们一同以主祷文来同声祷告，请。你在天上的父，你的尊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话语。接下来，我们请贺兆鼎弟兄来诵读本周的经课。经课第一处在《使徒行传》第10章34到43节，《使徒行传》第10章34到43节，教会圣经新约141页。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3日，上帝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上帝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是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经课第2处在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教会圣经新约126页。7日的第1日清晨，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2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2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边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2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天去见我的父。你住在我弟兄那里去，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天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以上是神的话。我们谢谢赵弟兄。今日的正道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19至26节。哥林多前书15章19至26节，由我来为各位攻读。19节起，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上帝，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上帝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寂寞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我们请诗班献诗。今日的献诗曲目是《来主墓前》，基督我主今复活。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诗班用美妙的歌声来为我们在这复活节为上帝献祭。接下来呢，我们请牧师来为今日准备受洗的会众们来受洗及转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在复活节的这样的时刻来见证有2位他们要受洗跟转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感谢上帝，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结果子的教会，让我们能够不断的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愿上帝来帮助。那我们今天要受洗的这一位弟兄叫做翁连成，所以我们请连成到台前来啊。好，来转给大家，谢谢大家哈。好，那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正式来介绍我们的翁连成弟兄他是在今年初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他很积极的来参加教会的一些的课程跟活动那特别他也在我们的制服学院里面来上涂老师的课，所以他相当的用心在教会里面。那他看到这个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有课，他就说他想要来上课。上完没有多久，他就问我说：“牧师，我可以受洗吗？”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来为这位弟兄来做见证他是一个很好的弟兄。那他的工作是开这个就是多元计程车所以也许可能有一天你会坐到他的车那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如果有坐到他的车的时候我们都为他祝福，但没有坐到他车也是要为他祝福的求上帝帮助，让他可以在路程上都十分的顺利，叫做行动的礼拜堂，好吗？愿上帝来带领。好，连成，请你转过来好，弟兄姐妹，当然我们要帮弟兄姐妹来施洗，不是随便的，也不是就是任意的，我们是要很认真的来听到他对信仰的一个宣告。好，所以我们要来为我们的连成弟兄来问一些的问题，然后让他来在众人当中，在上帝的面前来做回应跟回答。弟兄姐妹，我们请听圣经的话。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要来对这个我们的连成来说连成，你决心来领受基督的洗礼，我们极表欢迎，更为你感谢天父上帝。我们祈求你今天所接受的，不仅是水的洗礼，乃同时打开心门，让圣灵进入你的心中，基督住在你的心里。现在你应当在会众面前见证你对基督的信仰，表达你前来受洗的心愿。好，我要来问我们的连成几个问题连成弟兄，你愿意真诚悔改，相信耶稣，因着耶稣的宝血与救赎，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吗？再大声一点点。好。所以这个第一题问完了，我要再下一层来了好，还没完连成，你愿意受洗加入基督教会的团契，与弟兄姐妹有美好的交通，学习侍奉上帝，勤读圣经，常常祷告，热心奉献，为主做见证吗？愿意。好，我跟这类没亏。好，来，再大声一点愿意。好，楼上的请开麦克风好吗？好，没关系，不开麦克风一样，照样男生要大声一点喂，可以可以了。愿意。好，对，这个才像话了好，那我要再下一层来了连成，你愿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在日常生活上又愿爱人如己，
在信仰上持守圣经纯正的真理，在生活上谦卑仁爱，努力遵行上帝的旨意吗？愿意。好，弟兄姐妹，3题都是愿意的哈，让我们在上帝跟众人面前来为他做这样的见证。好，请拿一下。等一下洗的时候就回答阿门。好。翁连成弟兄，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们。好，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常常为我们的连成祷告啊，刚刚讲了，不管有没有坐到他的车，我们常常祝福他，让他工作顺利，生活上面一切蒙上帝的恩典。然后，如果你愿意常常为他来关心祷告，那我们就从我们的位置上能够站立起来，然后为他来祝福。好，让我们一起来为连成弟兄来祷告。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使今天领受洗礼的连成都有圣灵的印记，列名在主耶稣基督忠实门徒的行列中。又求主把丰盛的恩典赏赐他，让他内心有主的平安和喜乐，在生活上流露基督的香气和仁爱，使别人看见他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他在天上的父。这都是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连成，请你往后看啊。每一天常常有这么多弟兄姐妹要来为你祷告哈，关心你。我们来拍手来接纳我们的连成弟兄。好，弟兄姐妹请坐。当然，这个受洗，这个上帝的恩典是一波一波来的。我们要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请我们的俊奎兄来为他来颁发我们的会友证书跟我们的洗礼的礼物。好，我们再次的拍手来欢迎他。好。有人问说这一张这个会友证书有什么用各位，如果你到每一个地方去，卫理公会的教会都要接纳你，因为这个是正式的卫理会的会友，不管你在国内或国外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张相当的重要，表明我们是基督徒。然后后面也有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卫理会的会友所以我们就宽心接纳我们的连成弟兄，再一次的拍手来欢迎他好，谢谢，请回座。谢谢。好，接下来这一位他是要转入的他曾经在我们当中他说他信主也是在这个荣光堂，但是他曾经流浪过一段时间。那现在他回到我们的当中来，那他愿意能够在上帝跟众人面前来见证他回转的心。然后我们要来为这位如心姐妹来进行转入礼来，请如心到前面来。好，雨欣，对不起，雨欣，所以如心，下一次就是你了。要为他祷告如心，下一次要他他是雨欣来，对不起，来雨欣转过来好，这个雨欣姐妹，她是年轻的时候，其实她现在还很年轻了小时候在我们这边，然后参加我们的聚会，然后她说她是在这边认识上帝的。那经历过一段人生的历练之后，他回到我们当中来，他也期待能够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所以我们要一起来为他见证，为他祷告，上帝帮助他，接纳他，成为我们教会当中的一员好，那雨欣，如欣，下一次真的一定要轮到你了好。好。当然，要转入不是轻轻放过，我们也是要问他的好，雨欣，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好，凡在本会或基督教会与其他堂会受洗的信徒，愿意加入本会一同服事，这个时候就要表明他们自己成为卫理公会的会友的心志。
好，我要来问你一个问题哈。你愿意忠于卫理公会，并借着你的祈祷、见证、聚会、奉献、服务而有份于教会对上帝的服事吗？我愿意。好，那我们接纳你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友，你愿意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谨遵你领洗时所许的愿和所立的约吗？我愿意。你愿意承认并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并效忠于他的教会吗？我愿意。你愿意承认并接受新旧约圣经中所启示的基督教信仰吗？我愿意。好，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听到他的一个意愿，那我们就要来为他进行转入的礼拜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是一主一信一洗，他曾经受洗过，那我们就不再为他进行洗礼，但是我们要为他的转入来进行接纳的礼拜跟祷告，让我们就一起来为他来祷告。雨欣，我们接受你成为我们卫理会的会友，同时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教会团契。我们愿意你一起借着祈求、祷告、见证、奉献及服务，促进教会的进展。愿主与你同在，阿们。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愿意为我们的雨欣祷告，让我们就我们一同起立，来为他来祝福、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接纳我们的雨欣进到教会里面来，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是属你的。愿你恩待他，让他能够生命得着改变，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常常关心为他祷告，让他的灵性、智慧、聪明、生命都更加的成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雨欣，请你转过来。好，你看我们这么多弟兄姐妹，要常常关心你，为你祷告哈。好，谢谢弟兄姐妹，请坐哈。来，雨欣还没有，雨欣还没，雨欣还在，哎，对，先不要跑掉哈。来，礼物要给你的。好，一样，我们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来赠送我们的会友证书跟我们的受洗的礼物哈。来，看一下照片哈。好，谢谢，我们再次的来接纳我们的雨欣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我们恭喜雨欣以及连城弟兄。我们应该都知道我愿意代表什么，所以连城弟兄，你已经嫁给耶稣了。我们欢迎你。以下时间呢，我们交由本会的牧师陈伟文陈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日的证道主题是谈死论生。陈牧师，请。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了！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了！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了！弟兄姐妹，知道为什么要喊3次，知道吗？因为很重要。好，但是呢，各位，其实我们的教会里面传统一定要喊哈利路亚，在复活节的早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已经憋了40天，不能哈利路亚。听得懂意思吗？你知道40天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我们有40天的大斋期，对不对？好，让大家知道一下，在大斋期的时候是不能喊哈利路亚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大斋期的意思就是我们与基督一同进到那样的苦难的里面，让我们去体贴苦人所苦，所以那个时间是不能喊哈利路亚的。但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高喊哈利路亚？就是在复活节的早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教会的传统。当然有很多人说传统的东西已经很老了，很旧了，但是千万不要小看它。有时候我们现在的人都很喜欢有一种叫做仪式感，知道吗？好，为什么要有仪式感？其实仪式也是一个教育。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做礼拜我们要这么多的程序吗？因为它也是一个教育，让我们的眼目来转向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复活节的早上、清晨的时候，我们来高声的喊哈利路亚，赞美上帝。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特别40天的大斋期当中，我不知道大家的大斋期是不是完成了40天的禁食祷告。那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成绩啊，到昨天早上结束的时候，我很感谢上帝，40天终于结束了啊。有没有瘦我不知道，但是我有跟我的师母讲说，我发现食物是甜的，我发现很多东西是好吃的，我发现很多东西是以前觉得没什么味道的，现在味道好浓厚哦。其实它有没有变？它没有变呢。各位知道，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在经历过一些的苦难的时候，或是经历一些的不舒服的时候，你重新得回来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感受是跟过去不一样的。以前苹果就是那一颗，吃完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吃起来它好甜美。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经历过一些的苦难的时候，经历过一些的患难的时候，上帝给我们有改变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重新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那种感受会是什么？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那我要先跟各位介绍有一个人哈，这个人我们可以说他也是死里复活的。好，各位有看出这个人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人叫杰西卡·考克斯哈。好，他是第一个不用双手开飞机的。有没有看到他的脚？有没有？他用脚开飞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即使我们双手是好的，我们不见得会开飞机，对不对？好，各位你知道，杰西卡·考克斯他考上了美国的第一个这个无手臂的飞行员。当然，也许有人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人都会考上。问题就是在他的家人、他的家里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这个人，你可以想象，今天这个人他如果是在台湾呢？你知道我们台湾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会什么反应，知道吗？你这 Q 杠啊，你这没路用啊啦，你这那个没赚钱啊啦，你这个已经是会认为他是没有用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用的人比你我更厉害，他会开飞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常常都咒诅跟伤害别人，或是自己说我不会，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叫做死了。有没有听过心如死灰？有没有？你好像没有动力了，你没有任何的盼望的时候，那就要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个没有手臂的女孩子，她还会开飞机，她还可以整理她自己，她让人看到她可以跟别人不一样，她的生命是活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有这样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这个祷文，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不是永远不倒的，复活是代表不论我被击倒多少次，我仍然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多少外在的环境可能压迫我们？有多少外在的力量可能让我们感受到压力或不舒服？甚至我们的内心也会控告自己说：“我做不到了，我没有办法了。”然而，有复活大能的人永远有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那样的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真正的力量不是不跌倒，而是每一次跌倒之后，我都能够再一次的站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
不是代表你刚强到一个不行，就是我永远不倒。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会倒啊，有一天我们还是撑不住的。但是要记得，当我倒了之后，我还可以再起来，因为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的里面。好，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圣经，对我们来说相当的重要。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过复活节你的感受会是什么？我们现在请记得哈，我们要离开前，每个人我们都会领到一颗复活蛋。好，各位知道我们现在的复活蛋已经非常的人性化了啊。我们的复活蛋都有外面包那个漂亮的那个彩蛋的那个盒子，对不对？或者最少也是用玻璃纸包装起来，所以就很漂亮的。各位知道大概40年前。我才刚进教会的时候，各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的复活蛋是怎么包装的，知道吗？我们那个蛋煮好啊，我们那时候教会的师母蛋煮好之后，那我们这些小朋友就要做什么？去捡那个各位知道有看过那个电灰布，就是贴的那种胶带，黑胶带有没有？或者是红色的，我们选那个红色的胶带，然后那个蛋上面没有任何的装饰，就贴一条横的，一条直的。就一个十字，那个蛋就是十字，然后就是这个就是复活蛋。然后我们每一年去教会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哇，复活节到了，太好了，又可以吃到复活蛋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节不是只有复活蛋，复活节要告诉我们的那个蛋的意义，让大家去思考，为什么复活节一定要有蛋？没有蛋不行吗？但是让大家可以去思考，为什么复活节一定要有蛋？蛋代表的是让我们看到新的生命，所以其实应该是不要煮熟的蛋，应该是要活的蛋啊。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看的这段圣经，哥林多前书15章的地方。今天我们看的这段圣经相当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个使徒保罗在这一章里面谈论基督的死，谈论基督的复活，也谈论人的死跟人的复活。所以整章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都在讲我们怎么样面对生，面对死。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很健康的。各位知道，我们有很多人哈，如果你有机会到民间信仰的家里面的话，你知道这个字是真的不能讲的，死是不能讲的。我跟师母，我们喜欢在礼拜天下午的时候聚会完之后，我们大家都送走大家之后，我们会到旅馆去这个住宿。各位知道，我们有时候分到的那个卡片，然后到电梯里面去，1、2、3，然后就5、6、7、8，4不见了，4去哪里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会忌讳什么4这个字，因为外面或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很怕这个字。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害怕谈到死，因为觉得死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刚刚早上在台语堂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就讲到她的邻居一个事情。她说她的邻居也是信耶稣了，后来她传福音给她，信耶稣了。好，但是呢，她的先生是她的这个福音朋友先生是反对的。他说他刚信主的时候，他的朋友他的邻居相当的喜乐，每天过着快快乐乐平安的日子。但是因为他的先生一直跟他催眠，一直告诉他说，将来以后你去耶稣那里，我要上西天去，以后我们就分开了。然后他心里面就难过，他说我怎么可以跟我的先生分开呢？后来他就又做了一个决定，他已经受洗完了，他就把十字架、把圣经、把那个图片，把耶稣的抱小羊的图片都分送给他的朋友，分送给基督徒朋友，然后就跟了他的先生去到这个庙里面，去到寺庙里面。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这个姐妹当她这样做之后，她一天一天，我们这个姐妹她见证，她说这个姐妹她一天一天的不喜乐，一天一天的不平安，甚至还常常有很多的愁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经里面诗篇里面有一句很美的话，他说什么？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换一个上帝来拜，而是你要真的知道，对于死亡、对于生命，我们基督徒的解释，对基督徒的教义，或是我们的认识跟信仰，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需要靠别人的念力去让你上西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问自己：你确定你是否有在天上的这个位置？好，所以上帝的儿子成为人，为的是要让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孩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不知道耶稣来到世上，他的任务？有人说他是为了来死的，没有错，耶稣为了来死。但是耶稣的死是为了要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孩子。有一个摆地摊的阿嬷，我听到了一个见证，有一个摆地摊的阿嬷，在他摆地摊的时候，因为他摆的摊位刚好是路冲，各位知道路冲什么意思知道吗？直接车子可以冲过去的。他说，在他摆地摊的时候，有一部车就直接撞过来，然后他就跳开了。他跳开来的时候，他一直在那边抚着他的心脏，他说：“感谢我是天公的囝。”他说我是天公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都认为他希望他可以躲过困难患难。他说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是天公的孩子。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确定你是上帝的孩子吗？很多人不知道上帝是谁，所以我们的民间信仰的朋友他们会说天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华人里面讲的天公，就是在指我们的上帝。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坐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是天公的囝啊。所以他替众人死，耶稣为我们死，是要使我们为他而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白白为我们死的，他为我们死，使我们可以为他而活。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如何来描写死亡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20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20节，一起念来。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没有信主的人来说，死了叫做一了百了，死了是没有希望的，死了就是如死灰一样。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不是这样看，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它叫做睡了。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好像是睡了一样。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各位知道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7句话，你知道最后一句话是讲什么？知道吗？最后一句话，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好，各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知道吗？犹太人在睡觉以前，他们就会祷告这一句话，说：“上帝，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好，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因为你不知道死亡跟明天谁会先到。但是他们认为，当我把灵魂交在上帝手中的时候，不管是死亡或是明天，我都感谢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耶稣在最后一句话，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他在讲什么吗？他是睡了。所以基督徒跟一般人不一样，是我们对生死的观，我们认为那是睡了，而不是死了。好，所以每一次，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珍惜每一次你可以来做礼拜的时候，那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如今可以来朝见上帝。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来这里做礼拜，是耶稣拿命来换的，是耶稣用他的命来换我们。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他为我们死，使我们为他而活。所以我们每一个活的都是为着基督而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的。早上我们的一个弟兄在私会的时候，他说他是用台语讲：“如今的我不过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的我。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今能够在这个地方来领受上帝的道，能够来信上帝，这是耶稣基督换来的。
我们如今信的人是要为耶稣而活的，让人看见我们的每一时刻就像耶稣一样。所以21节，我们来看一下2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1节，一起念来。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好，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第一个碰到死的人是谁，知道吗？亚当，对不对？好，所以因着亚当不小心吃了那颗，恐怕不是不小心，是他故意的哈。吃了那一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死就从他开始临到世人。好，所以上帝的计划也是这样，死从一个人而来，但是活也是从一个人而来。从谁而来？从耶稣而来。好，所以我们看一下22节的地方，我们念一下22节，一起念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可以知道那个关系吗？因为一个人，我们全部的人都要死了，但是因为一个人，我们全部人都要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着亚当，我们众人都要死；然而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众人能够得到那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用怕死亡会到哪里去，我们去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很喜欢站在门口当招待哈。如果我没有讲到的时候，通常我都很喜欢在门口当招待。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帮一个比较晚到的一个老妈妈开门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说：“哎，这个阿头嘛这个我帮你开门，让你进去。”你知道，我突然间觉得我的身份很重要，知道吗？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好像是在天国看守门口的。好。但是呢，当人要进去的时候，我必须要开门让他进去，对不对？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也要进去啊。到最后的时候，我也要进去，因为礼拜的时间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站在门外，我们都要进到神的里面来，因为在基督里，我们众人都要活了。好，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刚刚提到的，我们的信仰不是好像这个只是换一个上帝来拜，而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信的上帝是独一的。这位独一的上帝，他是圣洁的。我们人有罪，不能够到他面前来。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知道，在律法下，我们是一个会面对死亡的。然而在基督里，我们要能够重新开始，重新的复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的信仰并不是很深的，但是它却是很实做的，它是很实战的。很多人把它当作换另外一个神来拜，其实不是的。我们不是换另外一个神来拜。当你信神的时候，你要确定你所信的是真实的，就像我们今天受洗跟转入的弟兄姐妹一样，他们要确定他们所信的是一个真实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23节。当我们复活的时候，那个次序是有顺序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2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23节，一起念来。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看到吗？它是有批次的，有没有？好，第一批是谁？耶稣基督先复活了，对不对？我们都是第二批哦。好，我们是第二批，我们是谁？他说，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些人。所以，如果你确定你是属基督的，那么我们就会是第二批的复活了。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耶稣先复活了，好，所以第二批我们有盼望。我们在等谁？我们在等第二批复活的来到。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叫做属基督的。你有注意到属基督是什么意思吗？你有没有确定你是属基督的？跟大家讲一个英国发生的一个例子哈。各位知道英国他们有这个议会嘛哈？那个议会的议员是等于掌管他们的政治很重要的人。有一个议员这个是听说在18世纪的时候发生的。有一个议员，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他就公开在议会当中拍卖，他说：“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想要买我在天堂的位置？”因为他是无神论嘛他说我的天堂的位置可以出让，只要你出得了那个价，我就让出。好，你知道
在那个议会当中，大家这个人声鼎沸，因为大家在那边讲来讲去哈。好，结果后来有一个议员他就发声了，他就跟这个要出卖天国位置的这个议员讲，他说，按照我们大英帝国的法律，你必须证明你有那个位置，你有那个东西，你才可以卖。如果你没有确定你有这个位置，那你是不能卖的，因为你不可能买空卖空。所以你要告诉我们，你有确定你有这个位置吗？听得懂意思吗？这个没有信的人，他说什么？我要出卖我的天堂的位置。但是这个议员告诉他，你要先证明你有，你才可以卖得出去。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属耶稣基督吗？你真的属耶稣吗？这个要常常问我们自己：你有没有真的属于耶稣？还是你只是来做礼拜？你不是只有来做礼拜，你知道很多人也可以来做礼拜。今天你不信耶稣的人，你也可以来做礼拜。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人，你不信耶稣，但是你一样可以来做礼拜。但是耶稣没有成为你的救主。如果你没有让耶稣在你的里面有位置，在你的里面有座位，那请记得我刚刚讲的，没有耶稣的位置在你的心里，那你在天上也没有位置。你在天上也没有位置。如果你让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你让耶稣有位置在你的心里面，那么你在天上确定一定有位置。可以了解我要讲的意思吗？你确定有耶稣，你在天上有位置。但是如果你没有耶稣，就算你坐在礼拜堂的位置上，你也没有位置在天上。上帝帮助我们，信耶稣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是属耶稣的，所以我们在死亡跟埋葬的过程当中与基督联合，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的生命，过新的生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提到受洗，其实如果真正的受洗应该是整个泡进水里面的。你知道这个浸信会他们那一套才是真的哦，泡进水里面，然后要停个3秒钟再拉上来，那个表示什么？死而复活。但是有的人撑不过3秒哈，所以不要按太久好吗？好，但是呢，对卫理会来说，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仪式都可以，重点不是水多少的问题，而是你是否经历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也在你的心里。好，所以我们看最后的地方24节，到末后的时候，耶稣要做王，将一切都毁灭了，然后把国交给父神。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经文哈，24节，我们一起念一下，一起念来。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台语圣经里面把执政的翻成什么知道吗？叫做政敌、政治。基督将一切执政的，他说是政治，将一切政治还有权柄的全部都毁灭了，然后把国交给上帝。各位还有印象，有一个先知叫但以理，知道吗？他曾经帮他的王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最后有一块大石头把所有的政权全部都毁灭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再提醒大家一次，千万不要把你的寄托跟希望放在哪一个政治人物的身上或手上。我们虽然相信上帝会拣选人做王或是掌权，但是千万不要把信任全然放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各位知道，即使最好的王大卫，他也曾经抢人家的太太，杀人家的先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讲到一个事情，他说以色列的王是谁？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你的王不是川先生，也不是赖先生哈，也不是习先生，都不是，那些都不是。真正的王是耶稣基督，是耶和华，是你生命的王。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执政掌权者祷告，但是不是认为他们所做的都是对的。最后这一切全然都要毁灭了，交在父上帝的手中。然后最后的一个敌人是谁？我们要来看一下哈，
上帝要给我们的是胜利，这个胜利是什么？原文的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这里叫做感谢上帝，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了。好，最后的敌人是谁？就是这个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耶稣基督做王，要等上帝把一切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好，这个最后的敌人是谁？尽末了所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最后的仇敌叫做死？因为如果你有生命的话，死就不再囚禁你，死也捆绑不了你。因着耶稣基督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不在死里面。所以，若没有基督的死，就没有死亡的死。这一句话是相当美的。如果你要看到死亡的死，就是只有看到耶稣的死。因着他的死，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诗篇116篇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们在上帝面前应当是活的，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有名的总统叫林肯，他说什么？他说神的创造人类不是为了只是过造一朝半日，而是要将永生赐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受造，我们的受造不是为了要来死的，而是为了要得着那个永生的盼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着永生的盼望。但是不要误会牧师的意思哈，不是说我们马上就要去把自己结束生命，不是这个，是我们能够知道，在我们一切所行的路上，上帝必然带领我们。即或面对生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心里仍然不害怕。所以千万不要像这个某一些人受魔鬼的引诱跟试探，认为说自己永远不倒的啊。各位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案例，真的有发生过。有人因为看到但以理书里面那个狮子没有咬但以理，他说：“我信上帝的人，那个我是天公的囝，我是上帝的囝哈。”所以他说我就去动物园，然后跳进狮子坑里面，啊，结果差一点被老虎咬死了啊。你知道，其实耶稣曾经受过这个试探是什么？魔鬼告诉他说：“你站到殿顶上面去啊！”啊，各位，如果魔鬼引诱你说，某某人，你站到那个荣光堂的7楼，往上跳下去，不会死的话，哇，那你们教会就，对不对？荣光了哈！千万不要这样做哈，因为那个是试探。圣经上说什么？在我们一切所行的路上，他必保护我们啊。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信息。第一个，基督死里复活，证明信的人罪得赦免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罪得赦免从哪里看到？从耶稣的复活看见。耶稣付上代价，上帝收了这个代价，开给耶稣的收据是什么？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证明他的赦罪是有效的。好，所以意思就是我们信的人，你怎么知道你罪得赦免？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耶稣付上了代价，上帝开给他的收据就是耶稣的复活。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使羞辱变为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你现在可以带十字架？我身上现在也有带十字架。你知道这个是在2000年前，这是刑具。有没有人喜欢看那个包青天？有没有？啊，有没有人喜欢看那个狗头铡啊？这个虎头铡啊，什么铡？各位，如果你今天把这个虎头铡、狗头铡放在这边的话，那个很不搭，对不对？感觉上那个就是面对死亡。但是为什么它这个也是刑具？可是为什么你现在可以带它？因为耶稣让它不一样。基督在十字架上使羞辱变成荣耀。好，第二个，基督死里复活，证明复活的应许是真的。如果耶稣说谎，那么耶稣是不会活的。如果耶稣没有说谎，那我们可以证明的是什么？在他的坟墓里面是空的。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明天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去佛光山去参访。好，各位知道在台湾听说有4颗佛牙，知道吗？释迦牟尼的牙齿有4颗在台湾。好，所以证明什么？释迦牟尼是死了。各位知道还有穆罕默德的墓哈？我们当中如果你有穆斯林的弟兄姐妹我没有要冒犯哈，但是要让各位知道，穆斯林的弟兄姐妹们，穆罕默德的坟墓还在
但是谁的坟墓是空的？耶稣的是空的啊。好，所以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记得我们是第二批哈，我们是第二批要复活的人。好，第三，我们来看一下，基督死里复活，证明他的话必定成就。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上帝的话必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的。所以，上帝要成就的事情，没有任何是可以拦阻的。证明耶稣的话都要成就的。所以，记得刚刚讲的，当我们在无论醒着或睡着的时候，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那一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不用睡不着，不用怕明天跟死亡谁会先来到。不管明天跟死亡谁先来到，我们都安然躺卧睡觉。我们都安然躺卧睡觉，因为我们的灵魂已经在父上帝的手中，所以盼望使我们不致羞愧。愿上帝帮助我们，神的盼望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你拿到那颗蛋的时候，拿到那个复活蛋的时候，请记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当然，你可以今天也可以自己吃掉，也可以送给你的朋友，但是要记得那颗蛋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好，最后要跟大家做的分享就是，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刚刚提到了，不管是死亡跟明天什么时候先到，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永远比在这世界的更大。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有盼望，因为那位大的耶稣活在我们的里面。福州话，以前我们在马祖的时候，有一个福州的姐妹，她常常讲这个祷告文，她说：“耶路第一大受呢。”耶稣，耶路就是耶稣了哈，他们的福州话，耶路第一大受呢，受呢就是上帝。她说耶稣是最大的上帝。耶稣是最大的上帝，你的耶稣是不是那位最大的？如果你觉得世界很大，那么你的耶稣一定很小。但是如果你觉得耶稣很大的时候，那么你的世界应该就会看起来就不会胜过你里面的那位耶稣的。上帝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比赛世界的更大。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盼望，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从死里复活，重新得力，让我们从过去的负面跟黑暗，还有那些我们自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做不到的，让我们能够重新有盼望，永远有这样的盼望，因为这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也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有天国的位置，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的位置在我们的心里。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让我们在复活节主日当中重新得着这复活的盼望。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陈牧师。今天是指复活节，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仅是纪念耶稣的复活，因为他的复活也带领了我们一同复活。我们感谢陈牧师用神的话坚固激励，造就我们。会众们，请起立。我们以回应诗歌来回应赞美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一起来唱《心灵良诗选》第189首：基督今日，基督今复活。基督耶稣今复活，哈利路亚！天使诗人齐述说，哈利路亚！快乐改革高声唱，哈利路亚！诸天大地同哼和，哈利路亚！荣耀君王目中起，哈利路亚！慈爱
舍救众军魂，哈利路亚！死亡权势今何存？哈利路亚！爱之救赎已完成，哈利路亚！战争完毕，获全胜，哈利路亚！死亡岂能封住分？哈利路亚！基督开了乐园门，哈利路亚！耶稣带领我必随，哈利路亚！跟从元首结成队，哈利路亚！新造人像他一样，哈利路亚！同复活，同升天上，哈利路亚！请坐。我们请诗献的同工至台前，请会众们预备心，恭敬地以金钱奉献表达对上帝的感恩。若是您第一次来，还未预备，不了解奉献的意义，可以安静心，让奉献袋经过您身边。待会会众们呢，在奉献袋回到圣台前时，献上，我们一同起立唱向主献成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衷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的生命、工作、家庭、生活都是依赖你的恩典所赐。也求你赐给教会智慧，去运用金钱在教会的事工上，让福音能够更加遍地兴旺。您是配得赞美和感谢的。我们现在预备一点金钱，甘心乐意地献上，愿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齐唱《向主献成歌》。请坐。今天是复活主日，所以我们有4位新朋友，我们一同来欢迎他们。第一位呢，我们先介绍郑秀慧，是姐妹吗？可以起立，让我们大家一同拍手欢迎一下。好，没关系，没关系，不方便没关系。好，谢谢，谢谢。好，好。在这一位是邱，不好意思，这个字好像有点邱什么？邱殷勤吗？可以起立一下吗？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姓名是？
哦，明芳，哦，不好意思，我们永远欢迎你，谢谢。还有一位是洪慧敏姐妹。好，有一位是夫妇，是简顺能吗？好，谢谢。我们欢迎新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在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彼此问安，也可以跟新朋友们一起来问安，请。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途径，因着耶稣透过你，因着耶稣同享重生的生命。共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来问安。请坐。刚才的新姐妹是叫敏芳啊，我刚没有念清楚。我们一同来关心教会的事工，可以看投影片或是教会周报的代祷消息以及教会消息，也请下周的服事同仁预备心来准备。我们欢迎第一次来本堂参加主日崇拜的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以次欢迎，永远欢迎。本周主日为复活节主日，愿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临到众弟兄姐妹。教会预备复活节彩蛋赠送，请弟兄姐妹会后领取，可自用或是送福音朋友。复活节主日教会受洗暨转入礼拜，请为受洗的翁连成弟兄及转入本会的洪雨欣姐妹祷告，并接纳欢迎成为主的一家人。我们欢迎您。教会将于4月27日邀请卫理神学院魏连玉院长至本堂正道，当天为卫神主日，欢迎弟兄姐妹们邀请福音朋友们参加，并为卫理公会神学教育关心祷告。教会将于5月5日至5月7日举办花莲探访旅游团，由赵少文弟兄带团出发，请为团员的出入平安祷告。今日晨主结束后的12点45分，在2楼的201教室有行前的会议说明。教会将于5月11日举行母亲节的感恩礼拜，请弟兄姐妹们邀请家中的母亲长辈一同参与。教会也将开放母亲感恩见证会，邀请弟兄姐妹们分享对母亲的爱和见证。台语堂2位，国语堂3位，可以向牧师或办公室报名。本堂已经遴选堂聘传道协助教会事工，
请为教会选出及聘用合适的传道人员祷告。教会60周年堂庆将邀请老朋友回娘家，邀请弟兄姐妹们传递60周年的堂庆信息，有任何的文宣资料或是纪念的照片都可以给办公室，也将发布60年的邀请卡的电子档，欢迎弟兄姐妹们分享及传阅。请为我们本会教会进入60周年主题，成为福音，成为祝福，充满希望祷告，为教会有良好的信仰传承，进入新一季的盼望。今年的6月22日主日上午9点半举办堂庆，欢迎弟兄姐妹们提供照片、文章、影片、贺词给教会做文宣手册制作。那收件是到这个月底4月31日起止，并为本堂60周年的纪念礼拜祷告奉献。高雄场的2025年的敬拜音乐研习，6月7日的礼拜六，10点，早上10点至下午15点3点，地点是我们高雄卫礼堂，欢迎对圣乐有兴趣的会友们可以欢迎报名参加。本次研习为免费的报名，主办单位将提供恩典午餐、便当与课程讲义，珍惜报名名额及课程资源，准时参加。若无法出席，务必事先告知。详情可以见后面的海报。我们来为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参加实体的每周四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为教会各项事项关心来祷告。还有4月份的执事会议记录，3月份的收支表已经张贴在布告栏、公布栏，请弟兄姐妹们关心来祷告。还有财务部门的消息，本会奉献收据采年度累计，弟兄姐妹们若有特别需求，可于办公室提出，并为您向总会申请当次收据。奉献编号所属名称是无法更改的，为当年度还能够再变更。若有其他报税用途，可以事先告知办公室处理或另编号码使用。如果有转账奉献到教会邮局账户的弟兄姐妹们，也最好事前或事后告知来教会，不然教会在对账上有时候会对不起来。牧师是否有补充？好，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只做一样说明因为这个最后一项这个是财务部门特别需要报告的部分。那就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教会都会给大家有一个奉献的编号。那假设如果你是要用你的公司，或是用你的这个单位，或是用你的其他的地方来做奉献的话，那就是我们会另外再编一个编号给你的公司、给你的单位来做使用。所以请弟兄姐妹就是能够谅解因为我们的编号上面，因为这个就是你的终身编号，你在荣光堂的终身编号，所以不管你去哪里，就算你去外面再回来，那个编号永远是你的所以就是这个编号是属于你个人。那如果假设你要用在其他的公司行号要来节税使用的话，那请记得也在那个编号上对，在那个奉献袋上面就是注明说你要另外一个奉献，就是为由公司或是由你的单位的名义，或者是你要帮别人奉献，用他的名义的话，教会也另外会给一个奉献的编号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能够了解跟知道。好，那还有就是我们已经5月份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需要报税的部分那请弟兄姐妹就是查询一下，那大部分我们的会计同工都会放在你的奉献袋里面，让你一起在做奉献的时候可以查看到所以如果假设没有或者是缺的话，那请跟我们的办公室尽快来联系。那特别如果你是转账 ATM 转账，或者是其他账号转账的，那也请跟我们的办公室通知因为很多弟兄姐妹爱心，但是我们的会计同工他们要查半天，不知道这是谁奉献来的所以请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用爱心奉献但是也让我们的办公室的同工好做事让他们比较好能够查到各位的奉献，或是帮各位能够来补奉献的一些的收据跟内容以上，谢谢。
会众们，请起立，我们一同唱3-1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们请牧师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复活节的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里面也领受他复活的大能和恩典。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复活的大能显现出来，使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殿乐。请在殿乐中默祷，为我们的今日报告事项、肢体消息来祷告。若你心里有忧伤、身体病痛，特别需要祝福代祷的会众们，可以近前来由牧师来亲自为你祷告。我们今日的聚会到此结束，上帝爱你们，也愿上帝祝福你们。